欢迎收听5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路得记2章17到23节。路得记2章17到23节，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在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正在面对他生命中的软弱，就是那根没有办法靠他自己拿掉的刺，他只能祈求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。然而在这样的经历当中，这段话可能就是他经历他软弱的结论。他在他的软弱上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他用，因为上帝的能力就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说他很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能够向人来见证上帝拯救的能力，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付上代价，这个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已经覆庇在保罗的身上。而今天这样的能力也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是够用的恩典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一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和路得，上帝真的是用他的话来回应他所爱的百姓。拿俄米听到上帝他眷顾自己的百姓，在应许之地当中赐粮食给他们，他决心要回转向上帝。在过程中，路得他也跟上他婆婆的脚步，不仅是跟上他的脚步，也跟上他的信仰。即使他可能对上帝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多，还不是那么的在这个以色列的传统当中，然而当他们一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。刚好在那个时候是收割期间，这对一回到伯利恒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拿俄米和路得，仿佛是一线生机啊。这一线生机，我们接下来看到其实就是慈神爱所的牵引。因为有收割期，这代表着这一对寡妇可以靠着捡拾麦穗来求得温饱。而就这么刚好在收割期，路得他很积极要去捡拾麦穗，就走到了一个田里，在那里跟随着那时候在收割这些麦子的仆人，在那里捡掉下来的这些麦穗，特别是在当时以色列文化中要善待穷人和寡妇的条例，他们可以捡拾这些掉在地上的麦穗。就这样捡，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叫做波阿斯的大财主他的田，而且刚好波阿斯那天就出现在这个地方。波阿斯听见认识，原来这个路得就是那个善待他婆婆拿俄米的外邦摩押女子路得，他更是善待她，叫人不能够欺负她，并且让他有更好的机会，叫仆人工人偷偷的把这些就麦子故意让它掉在地上，让路得可以拿多一点，还真的拿很多哦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路得他捡拾的分量，以当时来说，他那一天捡的是人家半个月的工资啊。路得的积极殷勤努力，当他拿着这些麦穗回到家中，拿俄米看见的时候，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对话，好像没有表示他背后的情绪，但我相信拿俄米是很惊讶的。他看见这个路得拿的麦穗，就问他说，你今天是在哪里捡这些麦穗的啊？你今天是在哪里做工啊？愿那个连续你的愿那个照顾你的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啊！真的是愿上帝大大赐福他，因为怎么会这么多呢？路得就告诉婆婆说，他今天是在一个叫做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就对他的媳妇说，愿上帝
愿那个人来经历上帝的赐福，因为上帝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在这里讲的活人，可能讲的是这个财主波阿斯，或是他们这当中的这些活着的人，但是死人也是在讲活着的人，死人可能就是讲他自己哦。因为一个寡妇无依无靠的那个盼望在哪里呢？未来在哪里呢？真的是不知道哦。可是啊，拿俄米在这一段对话当中，他先讲到上帝赐福活人死人，又特别提到了一个点，就讲到说，今天的那个人是我们本族的人，他其实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至近的亲属其实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可代赎的亲人。在摩西的律法当中，申命记特别有提到，如果呢这个家庭的哥哥死后，他没有后嗣，但是他有太太，他弟弟就必须要把这个太太娶过去，而且婚后所生的长子要归在这个死去的哥哥的名下，免得哥哥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。所以这个把兄弟所有的这个赎回的条例，在以色列的亲族当中是有的。在这里摩押女子路德可能不太知道婆婆在讲什么，或者他们这时候也都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也就像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所说到的，直到这个收完了大麦跟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他们原本就住在一起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呢？其实是让人看见说，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恩典，拿俄米和路德的未来在哪里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当收割期结束之后，那他们要靠什么为生呢？其实我们如果只是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会觉得，对啊，我们现在也只能这样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未来在哪里啊？对拿俄米来说，对路德来说，真的是好像前进也不对，后退也不对，好像经历了这个恩典，但是未来好像还是死路一条。然而就在这个恩典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担心未来，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在今天所领受的。我们一直看着未来的这些挑战困难，甚至没有办法想到的处境，然而可能很多时候就忽视了、忽略了，没看到、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啊。约有一法大麦这么多的麦穗，就在上帝透过波阿斯所祝福赐福的这个田里，让路德获得了这么多的收获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，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够他们用，因为未来上帝的恩典并没有停止。我们往后看经文，其实很清楚知道他们将来的发展。然而对今天的拿俄米和路德来说，这个够用的恩典何尝不是要感恩的时刻呢？在面对疫情肆虐，特别是确诊隔离的人，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，面对到这样的威胁，或者是我们已经经历了，或是我们正在经历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对未来的影响，我们想的是这未来的困难，我们想的是未来的危险，可能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负面情绪、焦虑、忧郁，甚至责怪自己、责怪他人。然而看向今天此时此刻的我们，今天上帝如何与我们同在呢？上帝如何在可能已经在遭遇患难、苦难、痛苦、身体的不适、心情的不佳的情况下，他正在与我们同在。上帝供应的恩典，让我们不仅是将眼光看向未来，更是
将眼光看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恩典。我们今天数算恩典了吗？看见拿俄米和路得，上帝是一步一步刚刚好的恩典。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寻求神，我们也要来经历他够用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在人看来是软弱，看来是没有盼望，看来是如死人般的一个景况。然而在你的手中，你死里复活的大能不仅临到保罗，不仅临到拿俄米、路得，也临到我们。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你知道我们面对在这个疫情，好像在这个高原期的景况中，我们的心里有多少的不安，有多少的害怕，有多少的不确定。很多时候那不确定感更是抓着我们，好像让我们对于确定的事情更不确定了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将眼光转向你。你是信实的神，公义掌权的神，你更是怜悯我们的神。你以你的慈神爱所在拿俄米、路得、波阿斯身上来连结，使他们所做的，当他们愿意选择回应，是用良善，是用信实，是用属神的心意来回应的时候，主就让我们经历那够用的恩典。主啊，也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，特别正在确诊在隔离的弟兄姐妹，恳求主你与他们同在，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使他们的心也被主来恢复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必能将活人死人都救活了。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语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上帝在疫情肆虐的时候，人与你同在，他够用的恩典，让你今天也来数算恩典。我们明天见。